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蝦講幣圈啊！呢個 channel 咧最希望帶俾大家咧就係最新嘅市場同埋幣圈嘅消息嘅。當大家每晚咧熟睡嘅時候咧，我就會整理當時美國市場嘅最新動態同埋一啲會影響幣圈嘅消息。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呢，首先聲明我只不過係網絡上嘅一隻小蝦米，以下嘅所有內容咧都唔係投資嘅建議 ，not financial advice 啊，所以請大家投資之前呢，請自行判斷風險啦。好，去片。大家好啊，各位先生、女士、叔伯兄弟、大哥大姐、師兄師姐，早晨，早晨，早晨。今日呢係香港時間嘅11月13號，星期四啊。我哋嚟首先睇下美股先。咁美股呢，琴日嘅走勢呢就冇乜特別嘅啫，都係窄幅上落。道瓊斯呢就升咗0.68%，納克達斯跌咗0.26%，而標普500呢係微升0.06% 嘅。而個別板塊跌幅最大呢，就係有 Tesla 同 Meta，佢哋跌咗2% 同埋2.8%，而 Microsoft 同埋 Nvidia 呢，分別係升咗0.5% 同埋0.3% 嘅。而喺加密貨幣方面呢，貪婪與恐慌指數呢，今日呢又繼續向下跌啦，去到26嘅，係屬於極度恐慌區啊。而喺我錄製呢一刻呢，比特幣嘅價錢呢又跌翻落去101.8K， 而以太幣呢就係3.4K。24小時入邊，比特幣係跌咗1.13%，而以太幣呢係跌咗0.45% 嘅。大市方面啦，今日香港時間嘅朝頭早8點呢，美國眾議院呢就會進行投票啦。咁呢就係審議呢之前所講嘅臨時撥款案呢，恢復翻美國政府復工嘅。咁當然啦，如果政府復翻工呢，係屬於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啦。咁但係呢，亦都要同大家首先打一支預防針先，因為就算政府復工之後，10月份嘅就業率同埋 CPI 會唔會即時有得公佈呢？睇嚟呢就係未必嘅。唔信大家可以睇一睇呢段片。Shutdown could end up decreasing fourth quarter economic growth by 2 whole percentage points. The Democrat shutdown made it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for economists, investors, and policymaker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to receive critical government data. The Democrats may have permanently damaged the federal statistical system with October CPI and jobs reports likely never being released. And all of that economic data release will be permanently impaired, leaving our policymakers at the Fed flying blind at a critical period. 咁好啦，頭先呢靚女呢就話呢聯邦統計系統啊，可能因為政府嘅停擺啊，而遭受到永久嘅傷害啊。10月份嘅就業同埋 CPI 嘅報告呢，可能呢永遠都唔會有噶啦。咁而家呢，美聯儲呢，可能呢就係呢麻木咁去猜測嚟緊會點樣做啊，就好似我呢個節目咁啊，蝦講啊，大佬點啊？好啦，另外一則新聞啦。美國財長貝森特啊，佢今日咧就話咧幾日之後咧又有重大關稅消息會宣佈喎。咁咧今次咧佢就話會係對外公佈咖啡同埋其他商品嘅關稅豁免啊。咁仲有包括香蕉啊同埋其他水果嘅。咁但係會唔會淨係講咁少嘢呢？暫時咧就係未知道嘅。另一邊廂咧，中國呢邊呢，國務院副院長何立峰呢，亦都話呢，同中美雙方呢有共同維護落實良好共識成果，哇！推動中美經濟貿易持續發展。咁希望嚟緊落嚟嘅11月份嘅股市同埋幣圈能夠繼續做好啦。先嚟睇睇 Circle 嘅業績先。喺2025年 Q3 呢，市場嘅預期呢 Circle 營收係有7億，咁實際公佈出嚟係7.4億。多咗4000幾萬喎，而每股嘅收入呢，市場預期係0.183，實際公佈呢係6.4，足足多咗2.5倍咁多啊！咁但係大家睇到Circle 嘅股價呢，由開市嘅時候就係咁向下插啦。咁點解會咁樣嘅呢？我哋嚟分析下咯噃。咁首先呢 Stablecoin 即係穩定幣嘅市場佔有率呢，而家呢就係以 Tether USDT 為主嘅，佢哋佔大約70%，有175 billion 美金嘅。
咁第二先至係到 Circle USDC。咁原本上年呢 Circle 嘅佔有率呢係23%，今年呢佢哋呢就攀升到29%，係佔有74個 billion 嘅。咁喺業績會上面呢 Circle 亦都講到佢哋嚟緊係會積極開發新嘅合作機構，包括 Visa 啦、PayPal 啦，同埋各大唔同嘅銀行嘅。而且呢，佢哋亦都會嚟緊開發更加多嘅新市場，例如包括哥倫比亞、歐洲啊、菲律賓啊、新加坡啊、英國啊，同埋一啲 UAE 嘅國家。So nice。咁點解係 Circle 喺業績咁亮麗嘅情況下，股價會係咁跌嘅呢？咁我哋就嚟為大家睇一睇咯。首先，華爾街分析師呢，佢哋認為呢 Circle 極有可能喺 Q3 公佈業績之後第2日啦，就會受到內部人士嘅拋售啊。咁其實呢一樣嘢又唔係冇可能嘅。我哋因為睇翻上次2025年8月12號嗰日 Circle 一公佈完業績，佢嘅股價一抽升到大概190蚊嘅時候，就即日跌翻落去160蚊左右。哇！咁你話今次公佈完業績之後，會唔會第2日又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呢？呢個係絕對有可能啦。咁第二點就係 Circle 全年費用啊，佢哋喺發佈會上面呢亦都作出上調嘅。全年嘅營運費用啊，由原本嘅4.75億上調到5.1億美元啊。咁樣呢係會完全削弱咗佢哋嘅利潤嘅。咁第三啦，就係 Circle 嘅前景同埋風險啊。大家都知道啦 Circle 嘅主要收入來源呢，就嚟自長期同短期嘅國債噶嘛。咁嚟緊聯儲局啊，已經準備喺12月減息噶啦，同埋2026年嘅時候，可能亦都會繼續減息嘅。咁所以呢，受到呢啲嘅因素影響呢 Circle 嘅儲備同埋利率收入呢，就可能會迅速下降嘅。咁小弟呢，亦都為大家再睇一睇 Circle 嘅基本面呢，而家佢哋嘅動態市盈率呢，係去到92，哇！相比起 Nvidia 動態市盈率都係得35嘅情況下 Circle 嘅股價的而且確係貴咗一大截啦。而喺技術層面上面呢 Circle 嘅 RSI 而家已經跌到去21.6啦，而且呢，佢不停向下創新低嘅情況下，亦都冇反彈嘅跡象啊。MACD 更加唔使講啦，所以我相信 Circle 喺短時間之內呢，都應該唔會有運行噶啦，除非佢嘅市盈率能夠調整翻比較相對合理嘅程度啦，否則呢，大型機構啊或者係散戶啊都絕對對呢隻嘢係冇興趣嘅。而且最重要一點啊，大家可以睇到12月2號呢，亦都係禁售期屆滿啊，相信到時呢，可能又有一波向下插噶啦。所以如果大家係諗住短時間入邊呢，做一波反彈去賺取利潤嘅話呢，咁我建議大家呢，請你哋三思而後行啊。因為以技術圖表同埋股價走勢嚟睇呢，相信 Circle 呢要落翻去60蚊邊物呢啲位呢，先至可能會有一個明顯嘅底部，同埋作出一個適當嘅反彈嘅。好啦，我哋先嚟講一講好消息先。好 ETF 嘅流入量呢，喺琴日11月11號美國時間呢，係錄到有5.2億嘅淨流入嘅。哇，好耐都未見過呢個數啦。Good job。雖然呢，琴日幣價呢亦都係向下跌嘅，但係呢個 ETF 淨流入呢，會唔會係代表緊一啲巨鯨或者一啲投資者已經開始逐步買入翻呢？好，金價啦，金價繼續回升啦，今日係升咗1.6%嘅，而家係報緊4195蚊嘅。咁另外一個好消息呢，就係呢，比特幣嘅趨勢呢已經開始逐漸出現一個 descending wedge 啦，即係一個下降嘅三角形啊，好似呢幅圖咁樣。咁樣係代表乜嘢呢？咁其實呢，就係話呢，簡單啲嚟講，佢每一次比特幣下跌啦，佢嘅新低呢都冇之前咁低啊，即係話呢，佢賣壓開始減弱，買盤漸漸開始越嚟越強啦。咁樣通常喺呢個情況之下呢，descending wedge 呢都有60%嘅機會呢會再向上突破嘅。咁如果大家之前有 follow 我嘅 channel 呢，都會知我一直喺度講緊105區呢個重要嘅支持關口啦。咁如果今次係守得穩嘅話呢，衝上去呢就會去翻110K 左右噶啦。
好，我哋嚟睇一睇壞消息啦。咁第一單壞消息呢，就係大家都睇到啦，比特幣嘅逆價呢係繼續向下嘅，即係話做 short 嘅人啊，做空頭嘅人呢，仍然係佔大部分嘅，而且呢，佢嘅數量仲比琴日更加多添。咁第二啦，我哋見到啦，比特幣嘅清算地圖啦 （liquidation map） 呢，喺短時間7日之內呢，都係偏向下為主嘅。因為點解呢？大家可以睇到呢，如果比特幣嘅幣價呢去返98,000甚至97,500左右呢，係會有大量嘅多頭，即係大量做多嘅 liquidation 呢，係俾人清算嘅。咁入邊包括10倍啊、25倍啊、50倍啊、100倍呢啲槓桿啦。咁另外啦，大家可以睇到比特幣嘅 order book 啦，即係佢哋嘅訂單呢，都係以向下去到93K 左右為主嘅。咁大家如果想更加了解乜嘢叫 order book 呢？咩叫 bid and offer 呢？咁呢，我可以呢另外再做一輯呢，係詳細咁教大家嘅。咁但係以而家嘅現況嚟講呢，比特幣向上嘅動力呢，都仲係不足嘅。好啦，今條片就到呢度啦。非常感謝大家寶貴嘅時間收睇今日嘅內容。咁如果大家覺得能夠幫到你更加了解市場同埋幣圈呢，咁麻煩大家撳個 like 同埋撳 subscribe， 咁或者係打開你哋嘅小鈴鐺小當當，咁呢你就會收到我最新嘅片噶啦。咁呢，你哋嘅支持呢係我創作片嘅最大動力。其實廢話，個個 YouTuber 都係咁講噶啦。中意撳就撳啦，我哋下條片見。